早晨，早晨。今日離開桂林前，早上就嚟到桂林博物館。前面呢一座呢叫做朱雀樓。呢度呢就係桂林博物館個大門啊。第二次嚟，今次就唔入去啦，因為睇過喺外圍影幾張相，咁啊走人啦。我哋而家行緊呢度呢，係321國道，由桂林往龍勝嗰段。我哋好似而家行緊呢大興安嶺、小興安嶺嗰啲咁嘅地方咁樣。啲葉開始轉黃啦，呢啲應該係落葉蟲啊，幾靚。咪住，有壓線拍照，注意前方兩側車道變窄。你已離開區間測速路段，平均車速29。桂鉗隧道呢條叫做。貴州界，進入貴州。嚟到榕江，來了就是榕江人。榕江呢，早輪呢水災啊，而家應該恢復返晒啦。呢度有個鼓樓，嚟到榕江入住150蚊嘅酒店，入嚟洗手盆、浴室。乜都齊㗎，浴巾啊、地巾啊，有抹手巾，仲有雪櫃、免費飲品，睇下有咩免費飲品先。哦，有汽水，凍㗎喎，有汽水有水，呢度仲有2支水，電視啦。2張床，仲有個貴妃椅、辦公台，然後係開揚嘅景觀，150蚊。淡季呢就咁出色嘅價錢。嚟到榕江村超足球場，呢度就係村超足球場。咁我哋咧就冇辦法進入去嘅，係啊。裏邊呢而家有啲球員呢喺度訓練、集訓，入唔到去。即係見到啲球員喺度訓練。呢度好細個啫喎，啲學生啊嘛，係咯，青少年嚟㗎好似。好，個保安俾我哋入嚟，見到我哋喺門口，俾我哋入嚟。同時，我們在直播間裡面也會為大家提供各種各樣的福利，所以如果大家一邊吃着我們的美食，哦，原來係比緊賽啊！喺度比緊賽嗱，呢個就係村超球場啦，榕江村超球場，人造草地嚟嘅。
哇！感受下足球嘅魅力。貴州村超球場，香港黃大仙康樂體育隊，哇，都嚟打喎！11月1號20點30對平地村，跟住11月2號永平村對香港黃大仙區康樂體育隊，哇，犀利！一個村超呢，帶動啲經濟呢，好犀利。裏邊呢度呢，全條都係文創街，咁啊飲食又有啊，賣啲文創用品啊，周邊呢好多呢啲地攤，每日都有賽事啊，每日都有嘅，帶動周邊呢啲飲食。經濟效益好大。進入211國道。好啦，離開呢個村超球場，咁呢就去呢個古州大河口碼頭睇睇。嚟到古州大河口碼頭，咁呢做緊一啲維修。呢啲仲等緊維修，唔知咪水浸嗰陣時咧爛咗。呢個大渡口碼頭變咗咁嘅樣，搭咗啲臨時路喺度。風景就好靚。好靚。遠處幾靚。